舊年有位80幾歲嘅老科學家寫咗一本關於地球嘅書，有一段嘅大意呢，就係話地球幾十億年歷史出現過無數嘅生命，但係只有人呢係有呢個能力同埋智慧去欣賞呢個地球嘅美麗，同埋了解地球同生命之間嘅關係。近年嚟好多人都講環保，但係其實環保有個好緊要嘅理由呢，就係因為我哋只得一個地球。我哋製造一個地球呢個節目，就係想趁我哋人類有呢個能力，可以踏遍整個地球表面，就去為呢一個美麗嘅星球留一個記錄。其實我諗而家人類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要面對呢個全球性嘅氣候變化。嗰啲天氣亂咁分佈，影響糧食供應，然後影響到人究竟喺邊度生活嘅問題。因為暖化而導致咧，我哋個農業啦，我哋嘅經濟啦，我哋人嘅生活嘅適應能力咧，加速咗個地球全球嗰個氣候上升。可能我哋而家唔係好覺咁，但係如果我哋身處去到南極，你又發覺到原來我哋嘅嗰個冰甚至乎即係個溫度已經相差比好多年前已經唔同晒。過去1年，一個地球嘅製作人員已經不斷開會度橋，過程中亦揾嚟唔同國家嘅旅遊局、環保組織同埋專家開會。當中包括中大社會學教授呂大樂、征服地球3極嘅登山專家鍾建文，同埋極地探險家李洛斯博士等等，為我哋嘅旅程開拓視野同角度。第1季嘅一個地球，我哋由極北開始，踏足由火山同冰川孕育出嚟嘅國家冰島，仲有位於南緯62度、地球最後一個未受污染嘅白色大陸南極。同埋擁有光輝歷史、曾經紅霸全球海路、自稱日不落帝國嘅英國。為咗帶大家由唔同嘅角度去睇一個地球，我哋邀請到校長譚詠麟同埋橋王導演王晶嘅囡囡黃子涵，帶大家遠赴英倫。著名唱作人阿坡、黃貫中同埋藝人曾志偉嘅仔仔曾國祥就會一齊深入南極。台灣歌影紅星任賢齊更會率先去到火山島國冰島。咁多位嚟自港台兩地嘅藝人同接班隊伍，將會為大家肩負呢3個旅程嘅重任。雖然辛苦啲、瞓少啲，但係我諗都可以頂得住嘅。環保，即係何謂環保咧？即係我都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議題，亦都係近呢10年啦，或者呢10幾年，即係全人類都好關注呢個問題。其實我諗而家人類面對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呢個氣候變化。如果升多2度，
之後咧，個大自然就再冇能力自我修復，個溫室效應咧係會自己越嚟越加強嘅。咁同埋佢嗰個暖化而導致兩極嘅冰雪溶解嗰個情況，亦都喺冰雪嗰度可以攞得出。呢樣嘢就係諗㗎啦，我哋其實好想穿過去嘅，但係因為萬一如果真係穿過去冧嘅話咧，都係咁先㗎啦。佢而家咧每10年大概就係減7%。唔使好多個10年就冇晒㗎啦。最凍係去到，即係佢嘅冬天係10度啊、54啊嗰啲咯。哇！喺南極最大嘅咧就係經嗰個烏蘇維亞嗰度過去，一定要經過德雷克海峽。而德雷克海峽咧就係號稱為咧就係嗰個海洋咧，亦都係暴風帶之一。南極最即係嚇人嘅咧，就係啲風。如果假設有風嘅話，你身體點樣溫暖咧，佢都會將你嘅身體帶走。我自己覺得係有啲羽絨衫啦，當然要有啦。一啲普通嘅我哋嘅御寒衣物啦，好嘅內衣啦，好嘅外衣啦，即係擋風嘅、防水嘅。咁我覺得非常之重要啦。另外咧，我哋嘅帽啦，非常之重要，因為成日都包住耳仔個頭。因為好多時我哋嘅頭最容易失溫嘅，好多人頭痛咧，就好多時就係冇戴帽。講嗰個長城站喺邊？就喺呢度，就喺呢度附近。長城站大部分嘅研究站都喺呢度咯，呢度最多啊！呢度。南極係一個最適合考察嘅地方，因為佢係冇人類嘅污染，所以科學家去到好多方面嘅考察咧，係可以攞到咧係最正確嘅資料。最重要嘅就係去到啲冰架度，即係好似舊年前年嘅人造衛星裏邊望到佢哋成個分裂出嚟嗰啲嘅嚴重性。但係好似唔去得嗰啲高危地方，唔係咁容易去㗎，唔俾你。嗰啲高危，嗰啲突然間冧一冧你，即係好似海水幾萬噸咁啲落嚟，你真係走唔到啊！不過去親呢啲極地遊咧，都有好嚴格嘅規矩。譬如去到搭到上岸嘅時間，你點樣對待啲動物？你點樣對待啲植被？你點樣係安靜，只可以去欣賞。咁我覺得環保就係對我嚟講，首先你要去體驗，你要親身去體驗過，究竟我哋嘅地球係點？咁但係真正喺人類裏邊，其實南極都仲係好陌生。其實呢個問題可能會，即係我而家嚟問緊呢個問題，就可能會比較概括啲嘅。咁其實個地球會仲有幾耐生命咧？